小杨，小杨，等一下呀！不要碰我了，我会被抓还不是你们害的。你又不是我妈，乖一点呐。小杨，丫头明头摆耶稣嘅教育，總係老外講，物界係錯嘅，物界係唔錯嘅。係生活喺互不分明嘅世界，唔過我一下面對嘅實係一群對灰色地帶思考嘅聲音呢。我用嘅老記條講，我背嘅世界，老記條上嘅無強用。心痛啊！痛死了！佢條黑暗色，等你到佢條上晝8點鐘，就冇發現。你唔媽關心佢哋。對一對本來寫給青年嘅來講，石頭牆係像意識的好高了，也有的時候就是逃避現實的捷徑，唔是上萬度，唔到到24點鐘12點內，佢一條除非變怪嘅，根本做不了嘅佢一條。佢的世界，係吃喝嫖賭、偷白搶騙，係千金小姐呢，係出軌偷書啊！唔知去落推開的啦，用張煙哦，係刀的，也個一行。好結束嘅，我頂有世界人生嘅個，比到人世界好，我忘了他們。你跟我們真的是不同世界的人。我是老師，我有責任。
到得了，强者双脚，强者下行，阮是袂倒嘛该一声，用力拼出聪明，不管路上有个后下。拜托，你昏倒你昏倒，我能够不通知你家里的人吗？又没怎样，就我自己太激动而已嘛。你的心脏有问题，这不能开玩笑啦。没事啦，你知道啊？你跟我妈讲了以后，那很恐怖她一天到晚24小时就这样盯着你看。哈哈哈，大笑几声，好像要撅过去一样，哪有那么严重？说你没事就昏倒，你有这种问题，为什么不先跟我们讲呢？干嘛要讲？心脏、心房中间多一条神经，这样也要讲？烧跳就好啦，干嘛讲啊？那这样啦，反正你在学员待也没几天嘛，那我就跟阿公说，你在家里休养，好不好？我无我爱做先生。我迄老娘也会讲，指甲条条的去检查。好不好？就人唔讲系无事情，谈唔清楚嘿，做嘛个爱检查？你唔该念系无相用唔丢大上你就讲咪爱好啊？出轨、读书，你可唔可以爱切牙读嘅？做高中的妹，也唔係捱結天嘅；來啊，做些兩陣嘢，也唔係捱結天嘅啊！好，做老捱兩陣嘢個愛情用體就算了，也唔是提啊，大送時間，用做的麼？你就是在打屁！这样子，看冷清点位好吗？做乜個係冷清？都大可以用嘅。用嘅，我也唔知我用啊，也唔知。唔知啊！真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啦，我真的不是故意。妈妈，哪有人家这样？我吵很多个劲就算了，哪有人家心脏还多一条筋？那很不划算。江秀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哪有怎么了？就医生说我没事，就出院了嘛。没事，没事怎么会昏倒？你给我回去医院好好检查清楚来。我真的没事了啦。就跟你说啊，我有个同事哦，超鸡婆的。你没怎样还这么紧张？我没事了啦。那个伯母来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谢谢你帮我送一休到医院。应该的。你这个很不小心药还被教头捡到，还要我去警察局载你回来，妈的！妈的，真的有够衰的，放我去杀学校算了。干，你要吸也小心一点。好像有人在吵架。卖应该老唔 Q K 啦，这我快啦，神经病哦！好像是小星星是吗？不要你恶心！干嘛？有种啊！我大哥女儿你也敢碰？有買東西，狗買小啦，睇開乜嘢啦？狗買小啦。日本大杯啊！睇如果揾咗嘅改啲嘅，開有買嘅。干你小啊！死变态，病！你真有骗啦！安的做都安用，你做出来做嘛？出来买东西啊，小朋友唔拼啊！傻傻转移啦！我载你啊！赶紧给他正去啊，那么近。靠背叫你上车就上车啦！到时候遇到社长怎么办？那我呢？你在这边等啊。是你大哥、你大嫂重视去啊，慢走。很漂亮，快看！啊，哇，他们看到你做的卡片一定很感动。不要傻了啦！我跟你说啊，里面有个叫小星星的、啊，我觉得这样卡片应该很适合他。可是他说就会跟我讲说，你干嘛做卡片？传简讯不是比较快吗？哎，说不定他还跟我讲外面买的比较漂亮，那我不就很糗？哇，你做这么多个，太多了吧？我是老师哎。不用这么累吧？
休息一下。下礼拜我要去澳洲出差，看你要不要去。我可以多请个2天假，我们再一起去走走。玉秀啊，然后你大天爸不好搞嘞，还讲你身体无舒爽，没办法走过去做嘞。爱弟，你对遐条路好，伊有热情，也伊有想法，但可热情无办法长久啊。其实学的迄种时间的关心，来照顾，要有体力，要有耐心，也还有个无日无夜的条路，你知无？江玉秀，认真点。天公日就会做天小手术，留几条多出来的神经小体，还疼哦，就会有一只健康的身体耶，就做得了正常享用做自家想要做的事情。唔是本也会少，我希望20岁过后，唔好对自家失望，做得认真的一个美人。妈。我隔天无要出国，我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，我要留到阳光学院做啥？要按人学讲唔会谈咯。高中辍生梦想的案件单呢，一条学生的3到9日左右，你用会应付咯？妈，唔好老爱准错到癌症用的好冇？请唔过心中多一条神经啊，小体咧，好冇？好的呢，好嘞，还会分体咯。就一下太小嘛，我镜头去想，敢会留到阳光学院做啥啊？韩国有老好高先生，有得凹到，气急攻心，真送引就我的啊！好啦，阿妹，我弟是因为小爱，不过我甘愿听我喜欢的工作很不平的，也唔会因为那个平，一生郁郁寡欢，闷死在家里。适应两讲法，唔会讲人杂事哦。你是个高等教育的人，做乜个暗迷信咯？玉秀讲还唔错啊。你又来说话好哈？去从事堕胎急救的时节，你有几多摆伫身边？来医院学教2条这的时节，你有伫哪？你就伫要做好人啊！带去做乜个？跆拳道、铁山、教水，样板出去的样板教。唔用啥，一出去眼珠瑟瑟唔安。你要想一下，我要做阿妹的心情，好吗？妈，我妈就骂我啊，做嘛个拿爸出水。你真紧要转去阳光学院咯？嗯。是的呀，连累到你呢。唔係啦，其實嗬，你媽媽買得了唔錯噶，而且你一隻寶貝妹嘅，佢唔盼得你做到咁辛苦嘅條路啦。
你要本期加掉时间呢，上款啊，你没这对加了音乐的啊，上下真的好吗？上课了。怎样？上课了，坐好。这样。好啊。不回座位，一人一支违纪。就这样。是怎样啦？记满了要送什么？变形金刚啊！我说你回关护所。变形金刚，坐好。你这样看我是怎样？在赌气的？我知道你对验尿的事情很不爽，可是不用这样，没有用。记违纪的事情是大家当初一起定的规定，哦，是不是？记就记啦。好啊，我就记你啊！你一个人不想上课，你出去，不要想其他人。阿爸走。离啦，什么？离啦，走。妈死破病。骂他去，来掉。哎，你们全部这样讲了？我讲，唔是啊，人好啦。那个事情哦，早冇看到，以后都过去啊。冇看到要睇后知啊，点起来哦，我吓死你呢！冇得啦，要以后搞本人家收退啦，上月工转来啊，我都个叫哦。阿达，收完给我。会不会？不会，你还站在这边？我没叫你出去，你自己跑出去。哦，要得哦，用人哦，全部没拖嘅呀。哦，你会哭？哪哭？要很简单。哎 ，Hello， 我买宵夜，你们要不要吃锅贴？你有没有加辣？有，我拿辣椒酱。我很饱。哪里睡啊？妈，你莫安尼啦，讨好搞做事，本来伺用的迄种有用的人啊，要做得好都动西。呀，你若去甲讨的，你本来一些时间吃看哪好冇？就算做唔得，呀，你若去甲讨的啊，莫安尼啦。好冇？妈，希望你支持我啊！好。就算你冇支持我，我要去。
的。阿妹，我冇想要人严格。真嘅同感谢你边下做的一切。唔讲，你阿弟，你做唔得保护我一生人啊！我真嘅同爱你，同爱你。恩遇少，歹咧，我头摆无空了，真见迄许多你也分投入个影响哦。我家是做得无好生的，耐心老狠心，竟然做嘛个做唔得，强用对自家阿妹咯。那个阿妹哦，是全国最不讲理的高中，用爱来干发你啊！这就可以啦。好啦，今日你上课了，再见。一秀，你忙又挖床嘞？啊！你是皮路。记得迄奶喏，南用弟打电话带走神去摸你呢。佢阿公咧，阿公也唔管你啊。做过去了的啦，没没做的咩？你做了做嘛？好，用呢？记得看下唔爽，苦说无来。就算安呢，要做唔得其他记条呀。哦，你用啥？咱讲啦，教育哦，无按简单的啦。免想哦，嘿，做好上个姐姐，想记哦，要去做路蛮头用安尼。好啦，也安尼啦。我咱讲，我有一撒出来做好人。我讲你注意唔听听呢，注意咋唔听听呢？那你爱事情呢？夏季，你看到艾丽嗰条水鬼冇？有。有啊？嘿。同哪？有夹片。夹片？嘿。啊，是这？拜拜。夹片啊？嘿，夹片。金马，过头都等奶头了，还吃冰啊？靠背哦，我还会冒烟呢，我热得很。是的喏，按后面，用我抢来吃的。你用滴爱就滴啊，
我嫌我要酸啊！唔对，真今无想要转去上课。安中听啊，技工做唔得。靠北。喂，做唔得按用啊？什么都不行，那我可以走没？唔管唔对心魔，挨老高条，要希望迄母飞唔对啊，无想看到着本警察咧作戏。小杨，你发现之前有啥时间是饭后吗？直接送我去吃早饭就好了。仙女，我们知道你很上道，呀，事情唔是干啊。唔是干，冇干事情就唔是干。你们这样翘课到底可以翘多久？有事情大家就要拿出来讲清楚，不讲清楚怎么解决？好，如果你们真的就要这样翘课的话，不来学校上课，我就天天缠着你们。拜托，不爱在面子好吗？迄无爱用，我徛乡。拜托唔对，拜托拜托，真以后搞上课好吗？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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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以前觉得上课好累好闷，这2天没有上课就觉得好无聊。每天都是看漫画啊，然后玩电脑，又要看教头那个普阿姆。哎，我们去找金马好不好？找他干嘛？天天看不烦哦。你该不会是喜欢他吧？你不觉得他看久了还蛮帅的吗？你眼瞎哦，他哪里帅啊？我觉得还蛮帅的。哎呀，又冇去上课呢。月经来肚子痛，小平也是。真的、哦？好巧哦，金毛它月经也来呢。金针菇，别冷呢，看不好笑。妈呀！讲正经啊，又冇去上课呢，就不爽教头验尿的事没？对啊，而且上次上课，教头跟金毛讲说不爽上课就出去，我们都已经因为这件事情很堵了，他讲这样我们更堵了。不过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班这么团结。有话可以好好说啊，你们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？教头平常是不是很关心你们？跟你们一样，是站在同一个阵线。他人很好的，不是吗？哎，东，哎，你唔对，用喊头刚刚搬呢。我们就是不进去了。哎，你干嘛该发啊？哦，金毛诶，你答应我啊，我转来上课，因为亚哈有毛诶呢。我答应你要转来，无答应你要乖乖上课。嘿嘿，做唔得按用啊！教头有教头立场嘛，你们不能这样，有什么话好好讲啊！赌气，翘课。这算什么？金针菇，你就不要再讲了嘛，反正我们就故意给教头难看，看他要怎样。
我并不是在挺他们呐，但我还是对教头的做法很不爽。讲不会听是不是？好。张老师，记得我们兴趣些，该用个啥？是才记得。哎，你真嘅冇答记得的啊？我有讲我唔答的。张老师，什么要记条请转来，剩呢？拿来处理。哪去上课嘞？好的。罢课哦，啊，闹学潮啊！哎，拜托，社会多少成本在你们身上，你知道吗？随随便便就不上课，干嘛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？你是？对，我会跟他们说。哎，路长再想一下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回来，我也很清楚你们为什么不想上课。你们不爽我可以理解，可是我绝对不可能给你们道歉。对的就是对的，错的就是错的。身为一个老师，教导你们知识那是其次，你们会到这边来，重要的是教你们怎么分辨是非。你们想留就留，想离开现在可以离开。哎，你不是说要找他们回去上课的？我有我方法。同学们，我们进去上课喽。你就是不爽去上课了？为什么不爽？今天的魔术课是把你们给变走哦。有谁要上吗？没人上哦，那我就不要教了哦，拜拜。干魔术课。黑妹，我也想上。好冷哦。是啊，都快变冷冻猪了。很多的是暖暖包，根本就没用啊。我回家。好冷啊！好冷啊！我都快变猪了，太好了。哎，快点啦！我帮你们生好火。什么哎？按得下去，你会看法啦。对啊，而且这样大家都会生病。那就不要用啊。林宇，感觉怎么样？爽啊！爽哦。有没有不爽的？很久了。打我更爽。体育课哎，躲避球好不好？看我不爽就来打我啊！不爽就来打啊！飞碟。干！白痴！小明，打！我也想去跟教头。好像袂过。
阿哥，太家煮都搞死嘞，顺动。你来讲条件。懒得人讲。我们来单挑嘛，第3打。你真爱拍赛啊？迄事会发。经过唔少人爱怪怪来双考，迄样诶，爱主唔会再管你的事情。水彩很低，做得吗？用的啊，太人欺负小鱼的啊。唔会讲嘿，你已经无的呢。你都没有平方同您上大嘅世界，更不想对方迄太年迄小年。讲冇来。金毛打遍夜市无敌手，可是教头又长得那么粗，到底谁会赢呢？哎，小秃头来了。对不对？照我们的约定，如果输了，你就乖一点。就这样。来。各位，这拳很快，再过几年就输定了。大哥。金茂，输了没有关系，至少你很勇敢，而且也很为朋友着想。然后你什么话都敢讲，不像我什么都不敢讲，所以你真的很棒。你留下来，我真的很开心。阿达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哦，然后好上的上大，我唔知上会到啦。今晡的安安好，来买长牙嘅饭哦。有遇到嘅方法，本来酒楼一般好到无共用啊，系冇？烤肠也係啊，我本记得到吃豆神七啦。不过，要让向好上的情绪变做嘅事情，实在强多了。呵呵，呀，就是亚份工作，真有挑战性的地方。其实，
有想过今年讲的话，我巴肚，我比较了解其他条，所以无希望其他条做唔错事情嘅背景。我真正应该去想，小杨做嘛该要去石头，是梦呢？张老师，结天爱留下来咧。你跟爸妈革命成功了？那有暗号的事情啦，革命又没有可能100就成功了。其实咯，亚爸的事情，也本来动态震撼。真嘅唔对哦，佢哋声音的啊，对个脱贫的想法，迄按偏差，可能就迄人讲的啦。然后家到根本就迄两全无强用世界嘅人，故说我怎会有按天真的想法？姜老师。今年的语言哦，就像让你闭塞里，我真应唔应该让人讲我两位法，真给董事里。在本案发生过后，仍然有吸食各式的毒品，那张老师你知道吗？这样啦，我不知道你变了哎，你现在都靠女人啦。讲什么东西啊？怎样？再讲一遍。哎，操妈闭嘴！傻小啊！说什么啊？怎样啊？贱货，就是要凶他。干！你跟他也试试看的你。走开呀！谁帮你试试看？贱货，怎么样啊？你不要碰他。了破，你用不安言，含下无数个塔片，对多枪心的眼，自由呀自由，不可受你拖，变多数个原来自汉江归唔得。